大家好，我係5D 班12號劉愛娜。今日我就會介紹呢本書，叫做《玩轉四書》，作者就係程慧敏。呢本書嘅主要內容係介紹唔同自然風光嘅地點同埋歷史，例如牛背山，佢係被市民號稱中國最大嘅觀景平台。我都好想親自去嗰度去參觀。另外，我仲想介紹一個地點，叫做列達湖。咁佢原名就係叫做黑海子，傳說湖邊就有水怪出沒。佢嘅位置喺九龍縣東北。我好鍾意呢本書，因為呢本書令到我了解到四川嘅位置、歷史背景、氣候、自然環境同埋民族嘅風情。多謝大家。好，俾掌聲。